歡迎大家收睇保險個案知多啲。大家好，我係俊賢，我係 Angela。首先睇返今集個案，投訴人因為胸痛、心悸持續咗2日，所以向心臟專科醫生求診。心電圖顯示為 T 波導致異常。2週後，投訴人入住私家醫院檢查，分別為超聲波心動圖、動態心電圖、電腦斷層掃描、X 光等，最終檢查結果為心絞痛。但係保險公司只係以先進影像診斷檢查保障向投訴人賠償咗電腦斷層掃描嘅費用，而拒絕咗支付其他嘅住院費用。保險公司認為投訴人住院主要係為咗進行影像掃描嘅，加上佢嘅入院安排係喺求診日計14日之後，而有關嘅檢查亦都可以喺門診度進行，所以冇足夠證據支持佢入院接受檢查係有醫療性嘅必要。投訴人唔同意，於是佢向保險投訴局作出投訴。佢提交咗主診醫生嘅信，指出因為投訴人佢嘅胸部不適同埋心電圖異常作求診，由於臨床表現符合呢個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嘅診斷標準，所以安排入院作呢個密切嘅監察係有咁嘅必要嘅。但係保險公司依然維持咗拒賠嘅安排。咁而家俾3秒大家估下今次嘅投訴成唔成功呢？今次嘅投訴結果係失敗嘅，關鍵就在於保單條款當中醫療必須服務嘅定義。咁俊賢啊，醫療必須服務究竟係咩嚟嘅呢？根據保單條款，醫療必須服務係指因為治療疾病或受傷所需要嘅必須服務，而保單亦都會有不受保嘅項目，訂明不承保主要因接受診斷掃描、X 光檢查及物理治療嘅住院，而相關嘅檢查項目其實亦都可以喺日間醫院或者門診進行。投訴委員會裁定，由於檢查並非喺成本最低嘅環境之下進行，所以保險公司不予賠償其餘嘅住院費用，呢個決定係合理嘅。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更多有關於醫療必須服務嘅定義嘅話，歡迎 inbox 同留言俾我哋啦。今集嘅保險個案知多啲就講到呢度啦，下集見，拜拜拜。